今日同大家開箱一款重量級產品，由 LPM 同英國皇家鑄幣廠獨家聯成，2026年不列顛女神香港特別版。大家睇真啲，女神長矛隔離呢個就係今次嘅重點，代表香港精神嘅經典帆船標誌。佢唔單止係一個標記，更係將英國嘅鑄幣工藝同香港歷史二合為一。呢個1安士金幣全球限量發行5000枚，以 Britannia 每年嘅受歡迎程度，加上呢個獨家限量版，收藏同投資價值絕對比普通版高一線。好，鏡頭一轉，同大家開埋呢個原箱銀幣，全部由 Royal Mint 直送到港，銀幣全球限量10萬個，抽一桶出嚟俾大家睇下實物。大家留意個背景波浪紋。轉動嗰陣咧，會有好似海浪咁喐嘅效果，加上左下角個全息圖案會由鎖頭變成三叉戟，呢個就係佢哋最頂級嘅防偽技術，假貨係難以做到呢個效果。而另一面係用咗查理斯三世嘅肖像，想入手嘅朋友可以去 LPM 網店上網買，或者去 LPM 中環門市都有售。詳情資料可以睇返呢條片下面嘅資訊欄。